伫个南西区这边遮65岁的人口占600几个，所以它的降没到30%。医生的话，我们这边既然区长有申请一台中巴，在每个礼拜二还是礼拜一会送他们过去啊。现在已经好像听说都满载哈。他发现我们的厨房很简陋，之前的厨房还会漏雨，有一个构想，想说要帮安溪关怀据点来盖一个厨房，但是后来他又想要扩大到7个里，所以才有中央厨房这样一个构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德政。我们是希望能在以后争取到一个中央厨房，帮助老人家能够有一个用餐的空间，包括提供他们因为年轻人出外自己都要去煮食的不方便，甚至帮家一些独居老人提供这一项的服务。这一项工作在市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已经在今年度来发包来兴建。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南西区四面环山，是典型的农业区，盛产水果，像是杨桃、梅枣、芒果等，种类繁多，质量丰富，可说是百果之区。南西区人口稀少，而且每4人中就有1位是年长者，更有1/3的人口为农民。为了落实偏乡照顾，台南市政府与区公所合力完善各项建设，不论是产业道路、公共工程或是年长者照护，都是希望将南西区打造为共好共老的友善社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长怎么说吧。我们感谢区公所的同仁区长也很努力。大家一起把这个区政做好。那最重要的是山区就是路要平，不要老是做一个台风过后就路就坎坷不平。那我们就把路做平。那所以是每年农路的经费都在增加，为的是给农民一个好的通行环境，不要很多物产在运输的过程中都震坏都摔坏。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淹水。我们努力做到这个目标，跟中央跟地方争取。第3个社会福利做好，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共餐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福利。我们将来还会再做好这个我刚刚看到的这个中央厨房。那公所有做了整个计划，那我们会跟水资局争取经费，市府的经费，加上慈善社会福利团体的经费，大家一起做，把这个共餐中央厨房做好。希望年长者，尤其是很多独居的人，他们没有这个年轻朋友的照顾所以说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系跟关注，这点我们会努力在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根据环视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根据了解，中正里活动中心已经列为危险建筑，有必要拆除重建。不过因为拆除以后，又望维持活动中心的功能，服务员区里里定定意见并无认同。上午伫民政局业务报告当中，议员再次提出规划成游客休闲中心的方向，并且强烈质疑干区长并无甲地方沟通，一手热天。位伫中正路国华街口的中正里活动中心已经被列为危楼，中央补助400万的拆除经费。不过，日前议会开议经过热烈的讨论，暂时将店铺扩下咧。上议员区里里面对该重建案，不满中西区区长伫处理过程无甲地方沟通，思考欠周全。尤其中正甲安海里合并为千草里以后，拥有2个活动中心。嘛无符合一里一活动中心甲里社区活动中心的管理办法，这一间根本就是中西区长一手热天。通通都是你一手遮天，你很厉害嘛。然后直到内政部营建署的公文下来了，你就赶快去贴
满了整个活动中心，让在那边做生意，因为公共造产基金他们合法跟文化局租赁的摊商非常的惊恐。你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一下？如果说那个土地是你区公所的，未来是不是能够朝多功能的方向去做一个新建？因为包括我们之前的规划就是以多功能使用来作为规划的原则，我们包括是游客中心跟展演场，包括是我们活动中心的多功能使用。我们为了规划是说，我们会以那个活动中心的空间为主，但是它周边我们会规划为机车停车格，因为它假日是属于那个徒步区。那我们如果说在我们办理大型活动的时候，活动可以使用。据了解，中正里活动中心楼骹知名的美食摊商并无甲市府签约，市府以安全为理由，嘛希望因伫6月底搬迁。不过现在活动中心的400万店付款已经下咧，市府如何思考日后使用甲功能性，兼顾安全甲区域的发展，后续拢有待观察。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永康区快速发展相对停车的需求迫切，找无停车位真正足困扰。不过永康市民却发现，中华立体停车场存在侪车位长期被占用。对此，议员林莹上午地向公所检讨管理甲后续追踪的机制。永康发展快速，所以停车需求嘛愈来愈迫切。不过，议员林依莹表示，中华立体停车场对去年就开始有民众တင်情，讲场内有侪长期占用的车辆，拢已经接了高一政府持续交代。根据了解，管理单位就是由永康公所所委外经营，所以议员以个案要求公所通盘检讨，一旦违规长期占用，一定要有管控的机制。委外之后，我们还是仍然是他的这个管理的单位嘛，我们还是对他有这个指导的义务嘛。那因为像这样的状况，其实在去年的1月那如今至今已经1年半了。然后我再一次的收到澄清，那我看到澄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事情不是好久以前就处理过。那这个停车场，我们还是可以监督的话，那我们一般的 SOP 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收到民众澄清说有长期占用的车辆的话。中华立体停车场总共的车位289位，然后它是我们区公所委外经营。目前的现在那个议员反映的现况是这样子，是有一辆车子它是没有那个车牌，可是它有按照规定去缴费，这个当然问题不大。另外一个部分是有2辆车子，我们23号会看完之后是有2辆车子，它本身长期占用，大约半年左右它没有缴费。如果是无牌的车子，我们会会同那个环保局处理；如果是有那个什么车牌车子，我们会同警察局处理。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区公所在主管汇报里面已经有那个列管，我们会再持续追踪处理。公所虽然将停车场委外经营，不过徛伫管理单位的监督责任，有关需要立管甲追踪，都要增加停车的周转率，方便民众使用。当然嘛，因为牵涉私人财产，有车牌、无车牌，有缴费、无缴费，都有无同的处理原则，得希望符合公平正义。台湾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推动一区一特色是市长黄伟铁政见，就希望创造各区的文化内涵来带动商机。对此，议员林美燕上午嘛呼吁各区区公所要互相观摩学习，同时要求民政局做公所的靠山，甲地方共生共赢。议员林美燕伫民政局的业务报告当中，以市长黄伟铁希望发展一区一特色的政见来检视目前各区的特色方向，其中就特别点名关田由林家所发展的零碳循环经济等创新产业，以及六家开发旅游上的美景，持续带动林调甲商机拢值得学习，加上安平的文化历史甲南区的生态人文等等。议员要求局长和各区一定要互相观摩，到底资源的效盾来拼观光商机。你应该让各区去观摩，是。而且你们局长，你身为局长，你应该做他们各区区长的靠山后盾。是。他们需要什么资源，你就去协助他们。是。和大家能够同时去成长，按呢整体的一些建设起来，让它麦克5 K 8 K 两个边缘化，让各区没有距离。同时创造自己的特色了。那当然，在这个特色里面，
他最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商机啦，让凸显出来以后有人进来，或者他们可以做生意，让一些人不要离乡背井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就是去留根啦，我想一区一特色是市长的政策。当然，这摆民政局长就任以后，因为大幅度调动11位区长，嘛引发议员认为官派无尊重地方民意，甚至临时派人对区长嘛无尊重，以规定为例2党的换3个，质疑区政的稳定性。区政的稳定对一个地方的发展它是有帮助的。那一个区长的调动，如果没有尊重我们地方的民意，那在3年里面，以归仁区为例，在2年里面调动了3位区长，那这样的一个对业务的娴熟度，虽然区长都很优秀，但是1年里面大概就换了1位，那他的时间紧迫之下，对于业务的推动恐怕也会有问题。对于区里面的一个这些科长的领导里面，也会可能会产生的一个内讧，所以我们希望整个地方的发展，我们市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民政局长，在这个区长的调动方面，应该考虑到我们区长的尊严，也应该尊重地方的民意。面对议员质疑，出席选委会民政局长嘛坦承，一直讲会检讨，后续由时间来印证。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山上水德博物馆去年伫园区发现保育类的菱角鸮以后，26号博物馆再度出现。经过馆方人员初步检视，鸟的身躯顶并无外伤，而且精神状况袂歹，检判是下背时无小心跌落去。经过询问专家，将依照去年的模式就地野放。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占地辽阔，加上拥有多样化植物。除了古迹以外，也孕育出丰富的生态。根据调查，敢若是鸟类就超过40种，这内底也包含保育类菱角鸮、凤头苍蝇等珍禽。26号上午，工作人员伫比馆罗汉松头前的草地上发现一只小菱角鸮。博物馆人员烦恼的意外发生，就先将这只 baby 菱角鸮抓起来安置。好可爱哟！在园区里面发现猫头鹰，那我们园区工作人员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这是一只菱角鸮。那比较有趣的是，它到的时候居然还在打瞌睡。那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有相同的经验，因为去年就有菱角鸮降落在我们园区里面，所以说我们马上把它安置起来，用纸箱装着，然后去询问相关专业的人士。在我们初步的判断下，它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安置在这个树洞里面，等待它的鸟妈妈回来接它。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总干事曾义硕指出，现在正是菱角鸮幼鸟仔乌背时期，有当时会发现坠落的幼鸟仔。也因为外形古锥，常常有民众想要家己饲，但如此一来，不但会互伊失去野生能力，无容易存活，而且猫头鹰是保育类动物，民众千万唔通擅自饲养。经过查核，会当以动保法开罚6万到30万的罚金。民众若是有发现菱角鸮幼鸟仔，还是要通知农业局等相关单位来处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新闻一日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为推动安平在地观光，议员李克为服务处26号举办咸水溪坐迪拜参观红树林生态旅游。这款将安平鹅爱勇士甲生态观光结合，有通食，阁有通耍的游艇，互不少参观民众拢相当推荐。伫台南讲到坐迪拜看红树林，一般人大概只会想到四草，或者是七果。不过，其实伫安平就当享受到这款美景。市议员李克为服务处举办咸水溪红树林生态之旅，推广安平在地生态观光以及蚵仔养殖产业。
26号的活动吸引数十位民众做伙参加。咱安平呢，唔知影讲遮有哪会当坐牌啊？吼，因为伊遮呢真侪人伊唔知影讲要安怎入来，无迄款的一个遮的路标啦。吼所以呢，即个咱嘛着爱来帮忙即个。你若像讲即个咸水溪自然生态即款的一个观光旅游会当发展的话，这叫做无缘同的工业啦。那你应该就要让大家来亲近咱的自然，亲近咱的乡土。经过那个李启伟，还有那个议员，还有那个李文正议员的介绍，才知道安平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红树林的那个坐船，可以看红树林、招潮蟹，还有那个候鸟。参加这个，才知影讲原来遮有那有一个。船啊的字典伫遮，很好，很漂亮啊！今天天气很好啊，很漂亮啊。议员李启伟表示，咸水溪口红树林密布，孕育出丰富的自然生态，不论是伫咧景色，也或是物种，一点仔拢袂输四草，所以要来推荐给市民大众。行这条的一个路线大家反应很好因为出去的一个美景咱看到很丰富的红树林迄个白灵溪这鱼很自然拢伫水面咧跳这条的一个路线阮感觉起来佫袂输这红树林做有名，这绿色隧道所以这有那迄个分享互咱的所有的市民朋友市员李启伟服务处长期推广咸水溪红树林生态之旅，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向服务处报名，做伙认识台南安平蚵仔产业以及自然的生态。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安平为了帮助民众减重、找回健康甲自信，15天来已经帮助过6000位民众，而且协助超过300位病人接受减重代谢手术。所以病院嘛特别邀请因甲大家来分享成功减重的经验。画面上的人形看板，其实就是这2位伫接受微创减重代谢手术进前的精神模样。今年44岁赵小姐，因为工课无闲，加上饮食习惯歹。身高163公分的伊，过去体重曾经高达85公斤，再互伊伫36岁时阵就被诊断出糖尿病。另外一位40岁徐先生，体重上重的时阵，甚至高达180公斤，对着健康的负担更是大。为了健康甲外表，2人选择来到安南病院接受微创减重代谢手术，将伊互徐先生甲赵小姐拢找回了健康甲自信人心。是早发型的这个白内障，是糖尿病引起的。对，所以如果能够早一点来开刀的话，可能我就不用这么早做白内障手术了。因为白内障手术拿出来，其实对我现在的视力还有各方面，其实有很大的不方便。我开刀完，好像1个礼拜，我的糖化血色素就全部正常。但是在这之前，我糖尿病跟高血压的药，我服用了7年。然后就是神奇的点就是开完刀之后，大概在7到10天，我的药完全都不用，都恢复正常，真的外表会差很多，交女朋友也比较容易，真的。根据国际代谢形体医学中心院长黄志坤指出，减重手术不但会当有效减轻8成过重的体重，嘛会当有效疏解糖尿病。手术来治疗这是代谢性疾病跟严重肥胖，这个已经在全球是一个共识。对于一些2型糖尿病控制不良的病人，或者是严重的肥胖，减重代谢手术将是治疗这些病人的有最好的结果。那长期的效果看起来也是可以维持得非常好。国际代谢形体医学中心院长黄志坤嘛呼吁，不论是减重手术，或者是代谢手术，拢必须要结合专业外科减重手术医生，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疗照护团队，搭配营养师、体适能老师，为每一位患者安排个人的营养指导、甲运动计划，才会让患者达到上好的长期效果。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目睭倒掉、喙齿筋夹按加上骹手的揪筋，就是典型主要镜头。如果民众是第一摆发生类似情形，要判定敢是典型，医生表示也是需要经过详细检查，包括神经学、甲脑波等等，才会当判定。
一般民众如果第一届发生癫痫的症状，包括目睭倒掉、喙齿间加红，甚至出现四肢会喘，拢会惊是毋是得到癫痫。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神经科医师黄宏林表示，其实要判定是毋是癫痫，必须要经过详细检查，而且要排除诱发因子。基本上要诊断癫痫，有3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它有2次非诱发性的发作。那什么叫做诱发因子呢？包括说像前面提到的，睡眠不足，那或者是说他最近有发烧、有撞到头之类的，或者说他血糖太高、血糖太低，然后诱发他癫痫发作，这个叫诱发性的发作。那我们要非诱发性发作2次以上才可以诊断癫痫，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有1次的非诱发性发作，但是他有合并其他种状况，譬如说他脑部里面有脑瘤，或者是说他脑部里面有旧伤，之前有中风过，或者是说他是夜间发作，或者是说他就是有合并就是脑波的异常或影像上的异常。那合并这一些状况的话，医师会判定说他之后癫痫症状复发的几率很高，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被诊断为癫痫。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他符合某种癫痫症候群，医师根据他目前的症状、他的脑波、他的影像，那判断说他符合某种癫痫症候群，这一种呢也算是可以符合癫痫的诊断。这样，医师强调，癫痫是大脑细胞无正常的放电一种疾病，伊的诱发因子真多，包括发烧、困眠不足，拢有可能。如果医师判定有高复发几率，就要建议开始食药啊。但如果有计划要有新的妇女，就要避免使用怀孕用药安全分级的 D 加 X 的药物，以免造成畸形的胎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有时乌阴的天气，温度23度到28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4月27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